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11月11，旧历的9月26，礼拜三。新闻的头一条来看，台中有家长来指控一个私立幼稚园的老师，因为6岁查囝罚写字伤歹，老师就动手来拍囡仔，拍甲囡仔这个目睭窟窿来乌青。也毋过老师讲无哦，伊无拍囡仔哦。啊，问现场其他的小朋友，嘛有人讲是因为伊去捡鉛笔的时阵弄到倒角才来受伤。因为幼稚园内底并无到监视器，家长是坚持要告。啊，教育局讲，一旦有新的事情，一定会调查到底。这6岁查某囡仔目眶拢乌青，家长讲这是幼稚园的老师甲拍的。我无法接受的是，他竟然对孩子受虐之后，告诉孩子说：“你回去不可以告诉你的爸爸妈妈。”家长提验伤单讲，因老师嫌因查某囝罚写字写了伤歹，所以讲出手甲拍伊的目眶有4摆。囡仔嘛透过录音讲这个过程。我一直跟别人聊天，我就被老师叫起来写字。老师我的写字太丑了，然后我就被老师打。记者一个问被指控幼稚园的老师，伊无承认。我有疏失，可是我道歉并不是说，我真的有打这个小朋友。台中市教育局甲社会局有调查，当时问到情形是安尼。老师的说法就是说他没有去。都打小孩子，那个旁边的同学说，我看到暗生去捡那个铅笔哈，不小心有去撞到桌角。幼稚园甲家长的讲法无共款，代志发生的当时，幼稚园内面嘛无监视器，囡仔目睭的伤痕是安怎造成的？即马家长坚持要告老师，教育局是强调讲，若是家长我都提出新的事情，伊嘛会重新去调查。